咱是迄酒庄脚内的少年兄，平常无代志就坐咧空，地铺一颗酒斟好满女讲有少时间过甲真紧，厝内有代志一通电话就活过来，有人烧香，有人用装逼，心意无管一项听定理，尊王的代志咱拢放伫心，咱毋是啥大人物，嘛无需要讲偌呢伟大，咱就是一阵做伙兄弟，有尊王的所在就有咱的存在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兄弟伫佗位？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斗阵的拢伫遮哦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讲爹村拢显心威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兄弟伫佗位？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心拢伫遮。咱就袂惊，有时阵去中桥看着人的头，心去出门行，心内其实拢有一个愿望，倒一天我咱尊王出去行，这句话踮伫心内真久，毋敢讲到。换年大声伫遮有一摆来问尊王，要请你出门敢好无？陪一路徛伫遐，看甲目睭拢干起来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厝已经拢知影，一摆尊王要甲咱斗阵行。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兄弟伫佗位？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斗阵的拢伫遮好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讲爹孙拢显心威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兄弟伫佗位？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心拢伫遮。迄厝啊，听无电。拢做阵人就袂惊，这面是一间普通的所在，这是咱少年人讲感情的所在。有缘叫来坐斗阵泡茶有你在，酒拢顶好满，讲到半暝情意在。讲起尊王坐伫顶头，咱就继续斗阵行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兄弟伫佗位？咱斗阵的拢伫遮哦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讲爹村拢显心威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兄弟伫佗位？迄厝啊，听无电，咱的心拢伫遮。迄厝啊，听无电，村拢坐阵咱就袂惊。迄厝啊，听无电。听无电，咱做阵来。S Music Studio。